喺2025年，關於大溫地產最多人問我嘅問題就係，究竟樓價仲會唔會跌呢？我應唔應該繼續等呢？定係而家先係買樓最啱嘅入市時機呢？買樓唔係淨係買磚頭，有米大路令你行少好多彎路。今日我唔會同你講一啲好複雜嘅數據，而係同你講我每日喺前線睇到嘅所見所聞。睇完呢條片之後，你就會清楚知道而家值唔值得入市，同埋2026年應該留意啲乜嘢嘅關鍵信號。我想講句真心話，2025年呢，喺買賣雙方嚟講咧，係一個心理戰，唔係一個崩盤戰。喺2025年咧，喺市場咧就冇一啲實質嘅信號係會大跌嘅，但係同時間亦都冇一啲嘅推力係令佢大升。喺咁樣嘅層面上咧，就形成今年喺年頭嘅時候咧，基本上咧係一個大家膠着嘅一個時間。去到年中開始咧，就發現到咧市場上面多咗一啲嘅業主，佢哋已經接受咗個現實，就去減價啦。但係同時間咧，喺呢段時間亦都有好多嘅買家咧，佢哋去吸納市場上一啲比較筍啲嘅貨嘅。今年無疑係一個買家市場啊！但係如果你問我究竟係邊一類型嘅買家市場咧，我就會答你，今年咧係上車客嘅市場。因為咧今年嚟講有好多嘅上車客本身佢可能要個 budget， 可能只係買到一房或者一房加釘嘅，但係佢哋好多時候咧，如果佢哋可以調節少少嘅話咧，好有可能可以 upgrade 去到多咗一間房變成2房。換句話講，價錢的而且確咧係有一個 discount， 係爭在究竟你點樣去揾到呢一啲 discount 嘅筍盤嘅啫。所以咧今年咧我係幫咗好多嘅上車客買咗佢哋嘅心頭好。而喺 listing 方面咧，因為我哋業主們咧亦都知道買家們佢嘅心理，所以導致到咧就係佢哋接受到買家們出價咧，我哋都好快可以幫佢成交到嘅。所以啦，如果你問等定係唔應該等呢，我就會問究竟你係邊類型嘅買家呢？但係總括而言，我可以話俾你知，唔一定要等，但係要揀啱 timing。唔一定要急買，但係一定唔可以擺爛去完全唔睇盤嘅，因為咧你越積極咧，係越容易咧可以遇到一啲機會嘅。等本身其實唔代表安全嘅，因為如果等嘅話，你有可能會錯過咗一啲心理鬆動嘅業主。到冇咗嘅時候先至後悔莫及，塵世間最痛苦莫過於此。我哋亦都可以總括啦，今年2025年買家嘅心理同埋賣家嘅心理普遍嘅一啲嘅想法嘅。買家好正常嘅，今年佢哋咧係會想等跌啦，會有一個觀望嘅態度啦，好想入到一啲好抵嘅物業啦，成日會覺得啲業主等錢使啦，同埋就係覺得因為個經濟差，所以咧好多業主會大量拋售嘅。喺2025年咧，尤其是喺大溫地區因為財務壓力咧而去大幅拋售嘅一啲業主咧，其實係好少好少嘅。但係今年2025年業主們真正嘅心理狀態究竟係點呢？其實咧可以分到2大類嘅。第一類嘅業主們咧就係想套現，唔想再持有太多嘅物業嘅。呢啲業主們通常咧，佢哋想放嘅盤都係佢哋啲租盤，尤其是係一啲嘅租客，佢哋可能啱啱搬走咗啦，咁啱咧就有呢個機會啦，俾佢哋去放售。因為如果再揾下一個租客，又唔知幾時先會有咁嘅機會咧去賣樓啦。當然啦，因為咧租金跌咗，亦都可能難揾咗租客咧。作為房東嚟講啦，可能佢哋嘅利潤咧係有減少咗啦。而第二嘅就當然可能係佢哋資金周轉嘅問題，寧願放息都唔想 hold 住間屋，或者可能咧佢哋本身持有好幾間嘅投資物業，想收一收身，可以將啲錢咧攞去第二啲嘅用途，簡化個生活嘅。而呢一類型嘅業主咧，佢哋未必係好急，但係佢哋會肯傾價。而最重要睇下究竟呢啲業主佢哋會唔會肯傾價嘅時候，其實有跡可尋，可以睇到究竟佢哋當初買入嘅時候嘅價錢，同埋放咗盤幾耐，呢兩個好重要嘅信號咧，而去睇出究竟呢個業主會唔會好傾啲嘅。而第二類型最常見嘅業主咧，就係想換樓嘅業主啦。一般情況你可以問下對方嘅經紀，究竟呢個業主佢係有啲咩諗法，或者可能你睇緊呢間屋嘅時候，呢個業主喺呢間屋裏面住緊，好明顯咧，佢哋可能係想 upsizing 或者 downsizing 或者咧就係搬近間佢哋心儀嘅學校或者工作嘅地方嘅。
咁呢一啲嘅業主們咧，可以睇得出佢哋一定係要賣咗呢間屋先可以再買下一間屋。咁呢啲情況，通常你會問嘅問題係咩啊？之前有教過大家嘅。就係咧，可以問一問呢個業主，究竟佢買咗下一間屋未啊？如果買咗嘅話咧，好明顯咧，佢係會比較急切要賣呢間屋啦。但係如果佢未買嘅時候咧，亦都可以用其他嘅途徑睇下究竟呢個業主咧會唔會係一個誠意嘅賣家嘅。如果真真正正有誠意想去賣樓而換樓嘅業主們，佢哋好深信呢一點嘅，就係賣得呢一間，佢自然先可以買到下一間。呢一間賣得平啲，佢下一間買嘅都可以平啲。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俾我一啲買家嘅一啲嘅忠告咧，就係話，如果你兩間屋同時間都喜歡，一間咧啱啱掛牌，另一間屋咧就賣咗都一段時間嘅話咧，通常咧寫 offer 俾掛牌掛得耐啲嗰一間，成功嘅機會率咧會比較大，因為業主們佢已經試過，知道自己本身要嗰個價錢未必可以去到。同埋咧，好通常咧，佢哋都可能已經減咗1次、2次，甚至乎3次價㗎啦。對於買家們嚟講咧，你都唔需要擔心。喂，放咗咁耐，係咪唔係咁好啊間屋？其實唔需要太擔心，因為而家咧可以話係市場嘅一個嘅現象嚟嘅。而我咧亦都醒到個 tips 俾你，好多時候啊，業主嘅態度其實係反映喺佢經紀嘅態度度嘅。如果經紀對你愛理不理，其實你都可以知道乜嘢事㗎啦。嗱，其實好多買家咧，佢哋都有一個誤解嘅，就以為而家經濟差啦，就係好多嘅業主們咧，因為財務嘅壓力咧，係要以跳樓價賤賣這間屋嘅。而反而咧，好多業主們佢哋可能啊，至少我見過啲業主們啊，其實佢哋嘅財務咧都比較係穩健嘅，只不過佢哋有第二啲嘅考量，有可能喺呢個時候賣咗之後，佢哋去換屋或者做第二啲嘅投資嘅。如果你係買家嘅話，就唔好 expect 咧溫哥華嘅地產咧，好似 Bitcoin 咁樣崩盤，突然之間大跌會跳樓啦，係跌嘅。不過咧，通常都會慢慢跌。作為買家嘅你咧，就係要 hold 準嗰個時機，業主鬆動嗰一刻咧，出擊咧先為上策。而呢個 moment 咧就係要靠你 keep 住去睇盤啦，同埋多多了解究竟咩樓盤先係適合自己啦，同埋 keep 住去試 offer 先至可以遇到呢個機會嘅。我或者我細分少少去講啦，其實咧即使係一個盤源泛濫嘅一個市場裏面咧，好嘅盤咧都會比較快咧係俾人吸納咗嘅。所以啊，你唔可以話我今個月睇完盤啦，跟住之後隔2個月唔睇，跟住之後再去 pick up 翻，可能到時中間你已經 miss 收咗一啲你自己心頭好噶啦。所以咧 keep 住留意住個市場，或者 keep 住去睇，至少睇下 open house 啊，或者同你個經紀咧多啲去溝通，經紀可以話俾你知最近可能係咩嘅 hot 嘅 item 啊，至少咧就 keep 住喺個 market 裏面，咁樣先有機會揾到個筍盤啦。揀啱咗一啲嘅樓盤咧，亦都唔好怕醜，可以咧就係試下落 offer， 未必可能第一次會中，但係至少呢個 momentum 可以令到你知道成個流程係點樣玩。到你真真正正遇到你嘅 dream house 嘅時候咧，你亦都唔會俾呢一個 process 咧去嚇親你自己，亦都唔會犯一啲不必要嘅錯誤啦。而第3個策略咧，就係要維持一個現實嘅 budget 啊，唔好幻想以一個好平，即係真係跳樓價咧而去買到嘅。可能會有咁樣嘅盤出現，但係未必可能去到你，因為咧機會當然咧就係俾 ready 嘅人啦。如果呢啲嘅情況咧都係俾一啲可能係 subject free 嘅一啲嘅客人啦，佢哋係無條件嘅，一落咧就係 firm deal 啦。但係如果你係需要做借貸，根本上你都未必可以爭到呢個盤。喺2025年咧，我哋亦都睇到啦，就係市場上面咧其實已經消化咗一啲咧。可以叫做係合理嘅盤源㗎啦，就係話一啲已經接受咗現實嘅業主，或者佢哋咧可以降價嘅水位比較大嘅業主們咧，真心想賣嘅業主們咧，真係成交咗佢哋嘅物業㗎啦。當然喺成個過程裏面啊，相比起幾年前好熱嘅市場裏面咧，成交係比較慢啲，同埋咧議價嘅空間咧係會比較大啲。但係未至於去到話市場上有睇到一個恐慌性嘅拋售嘅，所以咧其實你都會睇到偶然咧會有一啲好盤咧係會有幾個嘅買家係去 compete 嘅，但係同時間亦都會睇到咧普遍啊或者普通嘅盤源咧
放嘅時間係比較長少少啦。隨住時間嘅流逝咧，業主們咧係慢慢去願意去傾價嘅。咁但係當然啦，市場咧亦都會淘汰一部分嘅業主，就係嗰啲業主佢哋寧願唔賣或者唔想降價，呢啲盤咧就慢慢飛嬲，剩翻落嚟咧就係一啲 motivated 有誠意嘅業主們啦。所以咧，2025年咧可以話係一個買家可以主動出擊嘅市場嚟嘅，唔係因為咧呢個市場咧係崩盤，而係因為買家們佢哋係有一個主導權喺度。亦都可以話咧喺呢個心理戰裏面咧，暫時嚟講咧，買家係佔咗上風嘅。睇開我嘅片嘅朋友都可能知㗎啦，我阿 Mike 咧就唔係一個自稱咧有水晶球嘅人嘅，我唔會咧亂噏咧話，喂，2026年一定係升嘅，定係一定係跌嘅。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究竟需要留意啲乜嘢指標？第一就當然係呢個加拿大嘅移民政策啦。加拿大嘅樓市好多時候都係受到政治所影響嘅。暫時嚟講咧，呢一刻加拿大咧對於移民政策咧係收緊嘅。我哋其實咧睇翻以前嘅一啲嘅數字，或者睇翻以前嘅歷史咧，加拿大政府永遠都係左搖右擺。而家呢一刻可能係擺緊去收緊嗰邊，但係可能有朝一日咧都會擺翻落去咧呢一個寬鬆嗰一邊嘅。所以呢樣嘢亦都好難講，究竟你點樣可以捉緊呢一個時機，令到你嘅利益最大化先至係重點啦。而第二啦，當然咧就係利率啦嚇。啱啱我哋而家拍片呢一刻啊嚇，琴日咧先至宣布咗加拿大嘅中央銀行咧係停止咗降息，可以話咁樣嘅層面上面咧係穩定咗我哋息口啦，令到買家們都可能知道啦，可能已經差唔多見底咯，至少喺短時間裏面係咪時候要出手呢？或者你唔出手，可能其他嘅買家們佢哋出手呢？如果係咁嘅層面上，會唔會令到個市場更加熾熱呢？定係反之而言呢？呢啲都係咧大家需要繼續觀察嘅地方。第三啦，當然咧就係就業同埋收入啦。至少2025年係上車客嘅市場，佢哋嘅收入正咧就係反映出究竟而家市場上面嗰啲嘅盤源能唔能夠被消化嘅。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2026年咧 keep 住去睇住就業啦，同埋咧 GDP 嘅。咁當然啦，仲有好多其他嘅指標係大家都需要留意啦。我淨係講住咁多先，至少可以俾到大家一個初步嘅一啲嘅睇法。總括而言啦，我認為咧2025年咧唔係一個等嘅市場，而係一個 keep 住出擊嘅市場。如果你願意保持去觀察、保持去行動嘅話，2025年絕對係一年可以買到一個本身未必買到嘅好盤，同埋可以 upgrade 到你嘅生活質素。如果你準備揾屋，或者你未必知道自己嘅 budget 可以買到乜嘢類型嘅屋嘅話咧，歡迎 WhatsApp 我去同你做一個免費嘅諮詢，我會幫你度身訂造去做一個適合你嘅策略。嗱，今日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啦，唔知大家咩睇法呢？你哋會覺得2026年溫哥華嘅樓市會係點呢？究竟個利率又會係咩一個趨勢呢？歡迎下低留言，或者大家如果有任何嘅想法，都歡迎大家咧去理性討論嘅。咁今集內容係咁多啦，記得啦，鍾意頻道內容記得 CLSS 啊，下一集再見，拜拜。